今年糖厂的副厂南边那个方向是柳营带天恋，庙会的声音。今天农历4月3号还是4月几号？好像礼拜3是初一，4月初一。今天礼拜6呢，3、4、5、6啊，4月初4。农历4月份好像是5、5千岁的大王李虎千岁，圣诞进香进香旗。南昆生带天湖这个方向过去，西边海边。南昆生带天湖4月份真的是一进香旗，很热闹。现在农历4月16号吧，农历4月份就是要拜李虎千岁，5、5千岁的大王李虎千岁。